日日食牛油果，想降三高、抗衰老，點解最後有人食到要入急症室？到底你食緊嘅係長壽果定係催命符呢？各位老友記、各位街坊，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個非常之切身，甚至可以話係關乎人命嘅話題。講起牛油果，相信大家絕對唔會陌生。呢幾年，無論係行街市、去超級市場，甚至係落樓下茶餐廳食個下午茶，你都會見到牛油果嘅蹤影。網上無數嘅資訊，身邊無數嘅親朋戚友，個個都將牛油果捧上天，話佢係超級食物，又話係長壽果，可以降膽固醇、通血管、防老人痴呆。總之就係百利而無一害。好多60幾歲、70幾歲嘅老友記，聽見咁多好處，為咗健康，為咗唔想拖累仔女，就開始瘋狂咁買牛油果返屋企食。有啲人一日食一個，有啲人甚至一日食2、3個，當隻仙丹咁食。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樣樣標榜健康嘅食物就真係可以肆無忌憚咁擺入口。其實牛油果背後隱藏住6個極度致命嘅陷阱，99%嘅香港老友記都一直踩緊界。如果食錯方法，輕則腸胃不適，重則隨時會搞到中風、心臟停頓，甚至腸穿孔。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將呢啲陷阱逐一揭開，大家一定要留心聽，因為呢條片分分鐘可以救你或者你屋企人一命。首先我哋嚟揭開第一個，亦都係最危險、最容易攞命嘅陷阱，就係牛油果同薄血丸嘅致命衝突。香港有好多老友記，去到60幾、70幾歲，心臟或者血管多多少少都有啲毛病。有啲人可能曾經中過風，有啲人可能心律不正，例如有心房顫動，又或者做過通波仔手術。呢班老友記，醫生通常都會開一隻藥俾佢哋長期食，嗰隻藥叫做華法林，即係大家俗稱嘅老鼠藥或者薄血丸。薄血丸嘅作用就係防止血液凝固，預防血管入面產生血塊，從而減低再次中風或者心臟病發嘅風險。食緊呢隻藥嘅老友記，醫生一定會千叮萬囑叫你哋小心飲食，特別係要控制維他命腸嘅吸收。點解呢？因為維他命腸正正就係幫血液凝固嘅凝血因子，薄血丸要阻止啲血凝固，但維他命海就偏偏要幫啲血凝固，兩者係死對頭。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已經估到，冇錯，牛油果正正就係一種含有豐富維他命海嘅食物。如果你本身食緊薄血丸，血壓同凝血指數一直控制得好好地，但係你突然之間聽人講牛油果好健康，於是日日買嚟食，你身體入面嘅維他命海就會突然飆升。呢啲多出嚟嘅維他命丸會直接抵消薄血丸嘅藥效，結果會點？你以為自己日日食緊藥好安全？其實啲藥已經冇晒效，你嘅血液會慢慢變到結塔塔，血管入面好容易就會形成血栓。呢粒血栓如果游走去個腦度，就會引發缺血性中風。如果塞住心臟嘅血管，就會心肌梗塞。曾經有位78歲嘅陳伯，本身有心臟病，食緊薄血丸，就係因為個女買咗一箱牛油果返嚟，佢為咗唔好浪費，連續1個星期每日食1個，結果有一朝早起身，突然半邊身喐唔到，連嘢都講唔清楚，屋企人即刻 call 白車送佢入急症室。醫生一檢查，發現係急性腦中風。所以食緊薄血丸嘅老友記，千祈唔好隨便亂食牛油果，一定要問過你嘅主診醫生，了解清楚自己嘅飲食禁忌。如果唔係，食長壽果分分鐘變成食催命符。跟住落嚟，我哋講第2個致命陷阱，就係高鉀血症引發嘅心臟危機。好多人都知牛油果高營養，但好多人唔知牛油果其實係一個鉀質炸彈。大家平時講起補鉀，第一時間會諗起香蕉，但事實上半個牛油果嘅鉀含量已經遠遠超過一條中型香蕉。對於一個身體健康、腎功能正常嘅後生仔嚟講，吸收多啲鉀質其實係好事，因為鉀可以幫手排走身體入面多餘嘅鈉質，有助降低血壓、預防水腫。但係對於好多步入中老年嘅香港人嚟講，情況就完全唔同。隨住年紀增長，器官會慢慢老化，好多65歲以上嘅長者，腎功能其實已經大不如前，甚至有好多人本身患有慢性腎衰竭，只不過係初期，自己唔覺。腎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就係維持身體入面電解質嘅平衡，包括將多餘嘅鉀質經由小便排出體外。如果你嘅腎功能已經變弱，排鉀嘅能力大打折扣，
呢個時候你仲要日日食牛油果，大量嘅鉀質就會積聚喺血液入面排唔走，形成高鉀血症。大家千祈唔好睇小高鉀血症，鉀質對於控制心臟嘅肌肉跳動起住關鍵作用。當血液入面嘅鉀濃度過高，就好似屋企嘅電線短路咁，會干擾心臟嘅電傳導系統。病人會突然覺得心跳好快、心悸、心律不正，有啲人會覺得手腳麻痹、四肢無力。如果情況嚴重，甚至會導致心臟突然停頓、猝死收場。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腎病，或者醫生曾經同你講過你嘅腎功能爭少少，你對牛油果就一定要敬而遠之。就算你真係好想食，每次最多只能夠切好薄嘅一兩片嚟過下口癮，絕對唔可以成個半個咁樣擺入口。第三個陷阱就係好多老友記都會中招嘅脂肪核彈陷阱。大家成日聽營養師講，牛油果含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係好脂肪，可以幫助降低壞膽固醇，對心血管有益。呢句話本身係啱嘅，但問題出喺邊度呢？問題出在好多人將好脂肪同食唔肥可以任食畫上咗等號。大家要記住一個殘酷嘅事實，無論係好脂肪定壞脂肪，脂肪就係脂肪，每一克嘅脂肪都會產生9卡路里嘅熱量。一個中等大細嘅牛油果大約含有200-300卡路里，脂肪含量高達20-30克，即係相等於食咗大半碗白飯，或者飲咗幾湯匙油落肚。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平時飲食習慣已經係多肉少菜，有時去飲茶，仲會食點心、燒賣、叉燒包，本身吸收嘅熱量同脂肪已經唔少。如果喺正常嘅3餐之外，仲要每日額外加一個牛油果當生果咁食，你每一日攝取嘅總熱量就會嚴重超標。呢啲消耗唔晒嘅熱量，最後會轉化為脂肪，囤積喺你個肚腩度，變成內臟脂肪。內臟脂肪一多，就會引發脂肪肝、糖尿病，甚至令到原本想降嘅膽固醇不跌反升，血壓更加難控制。真正識食牛油果嘅方法係用替代法，而唔係疊加法。即係話，如果你今日決定食1/4個牛油果，你就要相應咁減少嗰一餐嘅食油分量。例如炒菜落少啲油，或者盡量食蒸肉而唔食煎炸嘢，將原本餐單入面嘅壞脂肪，用牛油果嘅好脂肪去代替。如果你3餐照舊大魚大肉，然後再加個牛油果，咁樣食法，血管未通，你個肚腩同體重就已經直線上升，增加咗患上各種心血管疾病嘅風險。第4個陷阱聽落好得人驚，就係隨時會搞到腸穿孔或者嚴重腸塞。牛油果除咗脂肪多，仲有一樣嘢好豐富，就係膳食纖維。膳食纖維本身係預防便秘嘅好幫手，可以促進腸道蠕動，但係凡事都過猶不及。好多老友記本身腸胃消化能力已經比較弱，腸道蠕動得比較慢。如果突然之間進食大量高纖維嘅食物，例如一日食2個牛油果，而平時又飲唔夠水，呢啲大量嘅纖維去到腸道入面，吸唔到足夠嘅水分去膨脹同軟化。單個燕間果士咁，是才斯摘燕果士咁果士，燕果燕果先個燕果士，可是人妻傻斯殺燕果士，疏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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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當腸道被完全塞死，入面嘅壓力會越來越大，細菌會大量繁殖，引發急性腸炎。如果再拖落去，唔及時做手術通腸，脆弱嘅腸壁就會因為壓力過大而破裂，造成腸穿孔，啲糞便同細菌漏晒入腹腔，引起腹膜炎，分分鐘會有生命危險。另外，牛油果入面亦都含有特定嘅發酵性碳水化合物，有啲人對呢啲物質比較敏感，特別係患有腸易激綜合症嘅人。如果食得太多呢啲物質喺大腸入面被細菌發酵，會產生大量氣體，搞到個肚脹到好似個波咁，又痛又屙，非常辛苦。所以老友記食牛油果一定要循序漸進，由少量開始試起，而且食完一定要飲多幾杯溫水，確保腸道有足夠嘅水分去處理呢啲纖維，千祈唔好急於求成，結果得不償失。第5個陷阱係一個好多人都忽略，但一發作就可以致命嘅問題，就係乳膠水果綜合症引起嘅嚴重過敏反應。相信好多人都未聽過咩叫乳膠過敏，其實即係對天然橡膠入面嘅某啲蛋白質敏感。平時戴嗰啲洗碗用嘅膠手套或者吹氣球，如果你接觸完會覺得皮膚痕癢、出紅疹，咁你就有可能患有乳膠過敏。
科學家發現牛油果入面含有嘅某啲蛋白質結構同天然乳膠入面嘅蛋白質非常之相似，身體嘅免疫系統好容易會認錯人，發生交叉過敏反應，即係話一個對乳膠敏感嘅人，好大機會對牛油果都會產生敏感反應。呢種過敏反應可大可小，輕微嘅可能只係食完覺得嘴唇麻痹、口腔痕癢、喉嚨有少少腫脹，但如果嚴重起上嚟，可以引發全身性嘅過敏性休克，喉嚨會迅速腫脹到塞住氣管，令人唞唔到氣，血壓急降，如果唔及時打針急救，短短幾分鐘就可以窒息死亡。所以如果你從來未食過牛油果，第一次試食嘅時候，一定要食極少嘅份量，然後觀察下自己半個鐘內有冇任何不適。如果你知道自己本身對膠手套、奇異果、香蕉或者栗子敏感，咁你對牛油果敏感嘅幾率就會高好多。最好都係避之則吉，唔好自己條命較飛。最後一個，亦都係第6個致命陷阱，就係香港老友記最常犯嘅錯誤：食爛果、毒果，隨時引發急性肝中毒。香港嘅老友記經歷過以前艱苦嘅歲月，養成咗非常慳掂嘅美德。呢種美德當然值得尊重，但係用喺處理牛油果上面，就隨時會變成攞命嘅毒藥。牛油果買返嚟，好多時外表睇落綠油油好靚，但一拆開，先發現入面啲肉已經變黑，甚至有一條條黑色嘅纖維絲，或者有啲位已經軟爛出水。好多老友記覺得幾十蚊買返嚟抌咗佢好嘥，於是就攞把刀將黑咗爛咗個忽切走，見到剩低嗰啲好似仲係黃黃綠綠咁，就照樣擺入口食。大家千祈唔可以咁做。當一個牛油果嘅果肉開始變黑腐爛，其實證明裏面已經有大量嘅細菌同霉菌滋生。霉菌最恐怖嘅地方係你肉眼睇到腐爛嘅部分，只係霉菌大軍嘅冰山一角。霉菌產生嘅毒素好似指明孢子咁，其實已經透過果肉入面嘅水分同纖維擴散到成個牛油果，甚至連你以為無事嘅健康部位都已經佈滿咗肉眼睇唔到嘅毒素。呢啲霉菌毒素對肝臟嘅殺傷力非常之大，有啲甚至含有黃曲霉素，係一級致癌物。老友記嘅肝臟解毒能力本身已經比後生仔弱，如果食咗呢啲帶有毒素嘅牛油果，好容易會引發急性食物中毒，出現上吐下瀉、發高燒、急性腸胃炎。毒素一旦進入肝臟，更會造成肝臟急性損傷。所以大家記住，食落肚嘅嘢，千萬唔好貪平，唔好怕嘥。一見到個牛油果切開已經有明顯嘅黑斑、變味或者出水，成個抌落垃圾桶就最安全。絕對唔好為咗慳嗰幾十蚊，最後搞到要俾幾萬蚊醫藥費，甚至連條命都賠上。總括嚟講，牛油果確實含有豐富嘅營養價值，對於健康嘅成年人嚟講，適量進食的確有益身心。但係對於各位老友記，特別係有長期病患、食緊薄血丸、有腎病或者腸胃較差嘅朋友，牛油果隨時會變成一種極具危險性嘅食物。大家食之前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控制好份量，最好每次只係食1/4個，最多唔好超過半個，同埋一定要用代替脂肪嘅概念去食，而唔係當生果任食。最重要嘅係有任何爛或者黑嘅跡象，千祈唔好食。健康養生最緊要係理智同科學，唔好盲目跟風。想問下各位老友記，你哋平時買牛油果返嚟，如果見到入面有少少黑斑，通常會點樣處理呢？會唔會想知多啲關於點樣揀一個完美熟透而又唔會黑心嘅牛油果嘅秘訣？